以色列派步兵甲战车进攻，这加塞燃料是真正要用了啊！联合国讲，病院欠电无法度救人，恐惊会变蒙阿波。美国缅因州第二大城路易斯顿市早暗发生连环枪杀案，上无22人死亡，要60人受伤。美国共和党议员强生当选众议长，伊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他讲美国要为中国拍台湾做好准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头起先，咱来看以下战争的局势。这以色列即阵是已经派步兵甲战车攻加塞北部。目前以色列是答应美国，予因先部署防空系统，保护当地美军。所以讲，这以色列全面进攻可能是延后一阵嘛。不过，因并无要退兵的意思。战争到呾是已经要3礼拜啊，加塞燃料是真正要用到大底啊。毋但这做物件烹店无法度运作，做水的海水淡化场嘛要关门。上较严重的就是这医疗，救护车无油无法度出动，病院断电无法度救人。即寡靠设备活的婴仔囡仔，因为设备袂行，恐惊都会等死。联合国就讲，这病院恐惊是会变做蒙阿波。加沙南部拉法的加油站放空夜，油枪四线黑伫涂骹，因为汽油已经打底。虽然顶礼拜连续3天开放卡车甲油罐车入境人道补给，加沙的人员油源欠真侪，无法度解决，一天就会加甲空，互联合国的人道工作受到真大的影响。灾区同地区无法度动工来救受困的人，病院内底保温箱顶救命的技师已经冻点。الوقود والسولار في داخل مستشفى شهداء الأقصى بدأ بالنفاذ وهذا إذا استمر بالنفاذ ستتحول جميع المصابين في داخل مستشفى شهداء الأقصى إلى جثث وتتحول إلى مقابر جماعية لعدم تشغيل غرف العمليات. 战争造成超过6500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唔听国际反对，已经出动步兵战车对北部进行针对性的攻击，是这波冲突以来上大规模的入侵。为了后一个阶段做准备，《Wall Street》日报报道，以色列同意美国的要求，暂停全面进军，通过美国紧急部署飞弹防御系统，保护当地美军。总理纳坦雅胡讲，进攻的时间由政府的特别战时内阁决定，然后哈马斯攻击的安全疏忽。伊讲会向所有相关者追究责任，包括伊本人。נברר עד תום מה קרה בגבול הדרום ובעוטף עזה. המחדל הזה ייבדק עד תום. כולם יצטרכו לתת תשובות, גם אני. אבל כל זה יקרה רק אחרי המלחמה. 为了防止战争烧炭、人民受害，美国和罗西亚继续伫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人道停火的决议案，不过拢无支持对方的草案。地书无法度通过，局势同款无法度化解。公视新闻收为中编译。除了以下战争，乌克兰迄边嘛也阁战未煞。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指控罗西亚无人机在暗时去攻击因西部的赫梅利尼茨基地区，上无是造成20个人受伤。泽伦斯基是讲，罗西亚的目标真有可能是要拍核电厂。外面是海甲真厉害，居民隔窗门，翕到伫黑暗暝远的所在，一团火就是烧甲真旺，佮听到真大声得嘣的声音。乌克兰的议员卢迪克嘛伫推特顶悬，打出因为爆炸的威力真大，互厝内是规个密密麻麻，门窗的玻璃嘛碎甲散喷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25暗时伫面册讲，罗西亚的无人机几点钟前是攻击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的斯拉乌塔市，空军已经甲罗西亚11架无人机拍落来，但是同款是造成至少20个人受伤。伊认为讲，这波攻击将有可能是针对核电厂来的。Вірогідно, що мішенью для цих дронів була Хмельницька атомна станція. Хвилею чергове нагадування для усіх наших партнерів, наскільки важливо посилювати українську ППО та наскільки небезпечно, коли Росія може обходити світові санкції. 国际原子能总署讲，这波攻击是互工厂内面几啊栋建筑物的窗仔门拢震甲碎去，好加在基础是无受到影响。总署长格罗斯伫声明内面强调，这表示攻击离核电厂是有够近，后摆可能就无遮好运啊。嘛认为讲必须要无少一切代价，避免去攻击核电厂。泽伦斯基说落来会伫欧洲议会表达对罗西亚的制裁需要扩大，而且对俄罗战争开始拍，已经度1个切诺比核电厂含国在运作。
转，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拢一直是受到攻击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缅因州的第二大城路易斯顿市，在暗时发生连环枪杀案，上无22个人死亡，要60个人受伤。这个嫌犯卡德，伊是伫咧保龄球馆甲餐厅开枪了后，就赛车逃走。根据警方调查，这个嫌犯竟然是美国陆军后备役训练营枪击教练。不过，伊今年是要因为这精神的问题去接受治疗。缅因州是全美国排名上界安全的州之一。这个枪杀案发生的地点路易斯顿市，甚至是美国182个城市当中排伫咧第13上界安全的城市。无即阵煞有关是发生遐尼严重案件。缅因州一向奉认为是美国低犯罪率的州，捌几摆奉选为全美上安全的州之一。第一、第二大城波特兰、路易斯顿拢互外界治安良好印象。25暗晚7点开始，路易斯顿的保龄球馆传出一连串的枪声，坐落来离大约10分钟车程的一间汉堡餐厅也发生枪击。案发地点拢是人聚集的所在，伤亡惨重。Over 10, where at least I knew they were shots, and then when I got on top of the bowling machine, it was a lot of ruckus back there. So I don't really know from that, but I heard the first one. It was probably 15 feet behind me. I mean, he was close, very close. 案发了后，互监视器翕到的这个穿浅咖啡色的外套、野半自动步枪的枪手，驶一台白色修理车走离现场。警方伫8点封锁全市，呼吁居民唔通外出，踮伫安全的所在。各动员数百名警力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We have literally hundreds of police officers working around the state of Maine to investigate this case, to locate Mr. Card, who again is a person of interest and a person of interest only. And we'll continue to gather information so that we can bring the suspect to justice. 就根公布的资料，其这件大规模连续枪击案的主要关系人，是伫美国陆军后备役训练营担任枪械教练的40岁查某人罗伯卡德。今年热天，伊捌伫精神健康机构接受2礼拜治疗，详细内容并无公布。只知影卡德有幻听，搁捌威胁要开枪攻击缅因州的萨科军事训练基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英国一对非裔的翁仔某3年前伫咧伦敦去互警方拦查，不过因认为这过程当中是去受到种族歧视。即阵这调查结果出来，确实有2个警察无缘无故就怀疑人车内有毒品，即阵已经去用死头路。事件是发生伫2020年7月，伊当时这对非裔翁仔某是开因的免路，准备要返去厝，互警方一路是对因缀到伦敦西区的厝门口，因人上都是一路车，就互2个警察掠掉。上都是红扣起来时阵，因某威廉斯同款红对车顶扭落来，警方哪甲扣起来，哪甲伊的手机摕走。但威廉斯翻到车顶3个月大的后生无人照顾，特别哭出来。这对非裔翁仔某身份是真特殊。29岁的威廉斯是英国底走表的运动员，捌摕到台英国协运动会的金牌。因人是对葡萄牙来的，当走表的高人。警方讲是因为伊的车驶甲真可疑，才会爱因停车接受调查。结果当场并无找出任何毒品也是武器，但是这对翁仔某耍红安尼粗鲁对待，互因真伤心嘛，真生气，所以提起种族歧视的申诉。It just goes to show, no matter what background you are, how well educated, what career path you choose to have, the colour of your skin plays a role. It left us very traumatized on dealings with the police. 针对这个事件的独立调查结果25出来，其中2个警察承认讲，迄当中讲有闻到大麻的味，其实是乌白讲的，因嘛随风死头路。另外3个警察是因为无确实的证据，证实因有种族歧视的嫌疑，因无互定处。伦敦的警方嘛公开替不同的行为向这对翁仔某来回失礼。根据伦敦政府中个月数据，黑人伫咧路林轰炸落来可能性是白人的4倍。当地的男检制度甲歧视确实是值得检讨。我是新闻张慧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法律规定，要改户籍的性别进程，都要先接受手术。
不过，将日本的最高法院是裁定这项要求违反宪法，国会一定爱守法。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江苏最近抓到用猫仔肉假做猪肉、羊肉卖的非法案件。这揪到就清这猫仔当中，有的是有主人的去互偷掠去的。英国《Times》报道，欧盟全球门户论坛邀请在开发中的国家的头人去参加。欧盟是希望加强甲开发中国家合作，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表示，这哈马斯不是恐怖分子，是在保护家己的领土。这款言论是互以色列支持起。土耳其甲北约盟国的关系嘛愈来愈紧张。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半导体时代假萨分析社长，伫咧战争了后是一直自行采访。不过，当伊所发现家己的家后甲子孙4个人因为空袭来死亡，伊像记者的家人死画面，肃然心痛。美国新的众议长总算是选出来啊，是一个共和党的议员强生，伊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白宫因美国都要为中国拍台湾做好准备。而且，伊就任了后，就随通过一项决议，支持以色列对抗哈马斯，是一个行激进路线的议长。The Honorable Mike Johnson of the state of Louisiana has received 220 votes. 得到共和党全党的支持，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强生当选第56任众议院议长，结束长达22天权力真空的乱象。强生在演讲中讲，众议院已经全部在这边开始工作。And we want our allies around the world to know that this body of lawmakers is reporting again to our duty stations. Let the enemies of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hear us loud and clear. The People's House is back in business. 今年51岁强生是众议院司法甲军事委员会成员，也加入国会台湾连线。伊也是2021年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甲其他挺台抗中法案的连署人。今年1月，强生北讲中国是有侵略性的敌手，美国必须为任何可能，包括中国侵略台湾做好准备。强生是共和党提名的第4位议长候选人，主在几多点证据进前得到提名，所以个提出的爱莫。新议长上任了，众议院随以412票对10票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一项决议，声援以色列对抗哈马斯。On December 7, 1941, in response to the bombing of Pearl Harbor, President Roosevelt said, "It was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So too, will October the 7th. But if you say Israel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to exist, you're saying that you do not want peace. So I urge our Arab friends to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强生在当选议长，正做新任共和党领袖，并且得到正直的接受早期案审判的前总统川普的祝福。强生捌伫咧2020年总统大选了，带126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向最高法院提上诉，要求推翻川普败选的结果。美国总统拜登是讲，伊袂担心强生再一遍推翻2024大选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共和党所提出的差不多60件诉讼全部拢败诉。公司新闻张玉林编辑。美国的汽车工人已经罢工6礼拜，这阵福特是甲因的新劳达成协议，答应4年半加薪水25%，是有史以来上界侪纪录。另外，洛杉矶的饭店员工嘛当咧罢工，这几天是有几多千人行街头，要求爱加薪水改善福利。洛杉矶最多的饭店员工，身穿领目的红衫上街示威，喇叭声、浪鼓声伫街市弄叫。代表洛杉矶和旧郡地区大约60间饭店，15000个员工的工会，按7月开始展开罢工。罢工的工人有导致使房屋摒扫工、甲柜台接待员等等，因为薪水无法度负担生活开销，有真侪人被搬去偏远的地区，爱通勤几点钟来上班。今年饭店所赚已经超过疫情进前，希望就这互因合理公平的待遇。It's getting really, really expensive to live here. We're fighting for pension, we're fighting for health care, we're fighting for the American dream. Everything that we were promised to work hard, pay your taxes, and be a good citizen. We just want our contract to be reciprocated.
抗议工人讲，有一寡饭店用难民来取代罢工的员工，要求因长时间工作。检方已经针对牵涉虐待甲爆射展开调查。同时阵，伫密西根福特汽车厂外罢工6礼拜外的汽车工人，接到劳资达成协议的好消息。I'm ecstatic. I can't believe it, to be honest. So I'm just really excited that it's going to work out for everybody. So. 根据初步协议，福特同意伫4年半的合约期间加薪25%。汽车工会主席讲，福特工人会随加薪11%，若是加上生活费用的调升，总加薪有33%。目前工会已经呼吁福特员工转去做工会，并且希望这项重大的进展会当借做通用甲苏泰兰地区两大车厂的参考指标，互规个罢工行动会当顺利停止。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去年万圣节，南韩首尔梨泰院是发生真严重烧 A 烧地事故，造成159个人死亡。过尾一年啊，罹难者的家属这几天是烧煞去事故的地点，悼念因过身的亲友。为了防止这款悲剧再发生，首尔市府是按算利用 AI 科技管控今年万圣节活动的人数，将已经成测试。徛伫纪念碑进前献花跪伫涂骹，想到家己的查某囝伫去年梨泰院的烧 A 烧杀事故死亡，死者的老爸有关是真艰苦。 기억하고 함께 슬퍼하기 위해 찾아오신 시민분들만이 이 골목을 기억과 애도의 공간으로 유지시켜 주셨습니다. 이제는 기억과 애도에 더해 안전의 공간으로 한 걸음 더 나아가고자 합니다. 韩国梨泰院地区去年举办万圣节活动的时阵，发生严重的烧 A 烧杀死亡事故，造成159个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拢是少年人。暂时距离事故都要满一冬，牺牲者的家属离来去事故的地点，追悼过身的亲友。而这条发生事故的小巷仔，嘛，互指定做10月29纪念小巷仔，巷仔内底并搭满数百张对罹难者哀悼甲思念的纸条啊。 为了防止同款的状况佮发生，首尔市府伫2伫当地举办演习，针对万圣节活动，透过 AI 科技做人流测试甲控管。 밀집도를 육안으로 판단하는 그 방법이었다면 이번에 인파 감지 CCTV를 가동함으로써 AI 영상 분석 기능이 가미되어 사람의 판단 오류를 보완할 수 있는 밀집 정보를 구할 수 있다는 장점이 있고요. 这个演习伫首尔当地一条人真济、周围拢是酒吧、餐厅、小巷仔内底，由150名志愿民众客伫30平方公尺的区域进行。现场除了有大量的关警、疏导管理人员以外，搁伫71个人潮较济的所在，装909个监视器，用 AI 人工智慧分析人群的流动甲密度。另外，首尔市府今年嘛规定，除了梨泰院禁止伫人潮真济派对区办万圣节活动，伫梨泰院的真济店铺甲 酒吧嘛决定取消庆祝节日的装饰甲促销活动。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瓜地马拉阿辛塔尔小镇是3-4千年前中美洲玛雅文明、佮有奥尔梅克文明重要的沐浴中心。虽讲这搭是有保存2个文明的建筑技术甲文物，即阵就入选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玛雅原住民族的集会人，带领族人甲观光客做古早的祈福仪式。 这个所在即马号做阿辛塔尼，是一个人口无甲4万人的庄仔头。不过，伫4000年前到300多年前的玛雅文明，还佫有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存在的奥尼梅克文明时代。这毋但是南北之路沐浴中心，嘛存在2种文明丰富的文化遗产，还有迄当阵真先进的建筑技术所留落来的历史见证。奥尼梅克文明伫公元进前400年左右消失，玛雅文明是一直存在，到欧洲殖民者入侵征服为止。 这个真大片的人头石头雕刻，方认为是奥尼梅克文明的重要遗产。也若规模真完整的墓，是互看做玛雅文明建筑技术的证明。另外，这个敢若纯边缘基础，或者是石头铺出来楼梯，是大型神坛的遗迹。考古甲历史学家认为讲，这2种文明拢出现过真大型金字塔建筑，正做祭拜神明真灵圣的场所。也若所有相关场所的位置。 伫规个古早都市当中的布局，有甲天文天气相对应的意义，加上4库里亚创新的水利系统，甲做甲真有路的飞亚用品，拢互即个伫几千年前真辉煌的城市，成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欣赏的对象。Y dentro de estos valores universales excepcionales,
no podemos dejar de resaltar que es una obra del genio creativo humano, que es una obra que nos permite mostrar el testimonio único y excepcional de una tradición cultural o de una civilización desaparecida. 阿爸叫塔卡里克，伫古早玛雅语内底，意思是踩起来石头。不过，这个号名源头已经无法度考证啊。玛雅文明伫公元第9世纪爆发内乱，人口大量向北边迁徙。这个伫今仔日瓜地马拉西南边的城市，全因为安尼放弃。 一直到900多年了后的公元1888年，才阁去互发现。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罗马时代出名的统治者凯撒大帝，2000多年前去互暗杀死亡。当初是伊去互暗杀的地点，罗马的庞贝剧院，本地是无对外开放。时阵有企业家出钱斗征收，尤其是已经会当行步道入去看这历史事件事发地点。 经过2年外的工程，互游客会当近距离挖掘凯撒2000多年前被刺杀身亡地点的步道全部完工，6月底正式对外开放。除了凯撒被刺杀的地点以外，也能看到边啊4座神庙的遗址甲奥彩古文物。 4 templi che si datano tra il IV e il I secolo a.C. che documentano l'architettura antica di quel periodo in tutte le sue evoluzioni, le decorazioni, i materiali usati, le forme dei templi. 罗马城的历史真久，在过去几落世纪，一直一层一层地向顶头起新的建筑物，所以有真侪古迹甲有名的历史事件地点，拢被在地的几落公主深的涂骹。 1920年代，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想要秉承罗马的启容，这甲这4座神庙，一个后壁墙影边凯撒被刺杀的地点，庞贝剧院的遗址，隆重奥彩，严过这被列做是圣地，无对外开放。过去1世纪以来，敢若流浪鸟会当挖掘。 Siamo in un'area di grande prestigio anche dal punto di vista storico, perché alle spalle di 2 di questi templi ci sono diciamo il muro posteriore di un'aula del teatro di Pompeo dove sappiamo dalle fonti fu assassinato Giulio Cesare, assassinato proprio ai piedi della statua del suo avversario Pompeo. 凯撒是罗马共和时代末期真有名的军事统帅加政治家，更加是罗马共和体制专制罗马帝国的关键人物。因本历史学家也讲，伊是独裁者。 凯撒迄当阵所征服的地区，包括即卖法国、德国部分地区，还有比利时、荷兰加卢森堡。西元前44年3月15，互迄当阵差不多60岁的元老院成员集体刺杀，被杀23刀，死的时阵55岁。刺杀伊的人内面包括凯撒征战时期的将领，甚至还包括传讲是伊私生子的布鲁图斯。凯撒被刺杀，也是世界史内面真有名的刺杀事件之一。珠宝业者毛利格出钱起这条菱形步道，希望互民众挖掘这段历史。 che sono state il prodotto di un atto di mecenatismo da parte di bulgari e che consentiranno appunto di scoprire un nuovo sguardo, un nuovo scorcio di Roma dal basso. 若要参观这座历史遗址，罗马当地居民唔免钱，不过外地观光客先收5块欧元，差不多170台币的门票。 在新冠疫情过了后，全世界旅游业慢慢行出阴影。罗马市政府也希望透过这座菱形步道开放，高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